歡迎大家收睇7月2號嘅大新銀行金融市場快訊，我係大新銀行高級市場策略師莫凱欣。美伊衝突降溫，但通脹前景未明朗，同時聯儲局年內加息預期上升，限制主要貨幣第二季表現。當中波動性較細嘅人民幣相對領先。美伊衝突令主要央行貨幣政策決定變得更具挑戰，其中英倫銀行6月維持利率喺3.75厘不變。兩名委員更加主張加息25基點。市場預期英倫銀行今年仍然有機會加息一次，或者有助支撐英鎊表現。近期油價回落，亦都有助降低英國經濟陷入滯脹風險。另外，英國首相施紀賢宣布辭任工黨領袖，貝安德預料可以順利繼任工黨黨魁。市場觀望佢嘅經濟藍圖會點樣提振英國增長前景。英鎊對美元中短線阻力位係200天平均大約1.34。如果美元持續上漲，就可能回落至舊年11月21號低位大約1.304。